尹思辰，怎么，才新婚第一天，就幻想着谋杀亲夫的戏码？昨晚上也太缠人了，不抱着东西睡，不让我走。我怕你对我做些什么，就弄了些抱枕让你抱着睡了。谁会对你做什么？你想的要不要太多？收拾一下，我带你四处转转。尹总走。走。昨晚你在哪儿睡的？书房。那今后我睡哪？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们假结婚，我们必须住在同一个房间里。你放心，我对你没有任何的想法。哇，这么大的衣帽间就放这么几件衣服，真是浪费空间啊！忘记你在这儿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尹思辰，你有没有公德心啊？你这发出这么大的噪音，我怎么睡觉啊？就是爸，我有严重的失眠症，有效的锻炼能够促进睡眠，虽然没什么用，但运气好的话，还能睡2-3个小时。所以说，你就把别人用来睡觉的时间拿来运动了？顾西西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对我的身体有任何的幻想。尹思辰，你知道你为什么睡不着吗？你坏心眼太多了。好，今晚我去书房。等等，我们今天第一天结婚，你要是去书房睡的话，他们会发现的。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是在要求和我睡？想得美。各睡各的。你床你又不睡。尹思辰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签了合同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告你。睡不睡是我的事儿，床是我的。你干嘛？乌尔苏拉再也无法忍耐，如果你非发疯不可，就一个人发疯好了。你非要发出声来吗？我读书一定要念出声的，反正你又不睡。妻子在狂怒之下把星盘扔到地上，摔得粉碎。他也没有被吓着，又造了一台，还召集村里的男人到自己的小屋，用无人能懂的理论向他们证明，一直向东航行就有可能回到出发点。全村人都确信何塞·阿尔卡迪奥·布恩迪亚已经失去了理智。这时梅尔基亚德斯说，着自己，当星星来解读你还失眠？我看你秒睡着。呸！在莫测的风雨，你的笑让人安宁。原来幸福结局就在
7点了。于思辰，你要疯了！我昨天晚上睡着了。你哪是失眠症，你就是没有睡着。我真的有失眠症。那可能我读书比较催眠吧。我以前读书看书怎么没有这样的效果？哎，难不成怪我了？今天晚上继续给我读书。老板，有何吩咐啊？在家里要叫老公，尹思辰不要得寸进尺啊！万一被别人听到，露了马脚，你可是要赔钱的。老公，你今天去文业集团了？这你都知道？托你的福，我今天电话被打爆了。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我记得我很小心了，应该不会被发现才对。所以你真的去私会莫子欣了？我确实去见了莫子欣，但是不是私会，我光明正大去的。这是你最后一次犯错误，再有一次我就炒了你，等着赔钱。你怎么会认识莫子欣？你们俩什么关系？报告老板。叫老公。报告老公，我跟莫子欣是初中认识的，他是我的学长。今天我呢去文业集团解封我的网页，就正好发现他竟然是文业集团的总裁，然后我们就顺道一起吃了个饭，行吗？真的？千真万确。我陪你打2把游戏行不行？你行吗？走你！赢了。不可能吧？刚才只顾着玩游戏爽，忘了让他赢了。不玩了。哎，等等，再玩一把，最后一把。没意思。你怕输？哎，你这刚才不会都是演的吧？你这羞我！哎 ，nice。哎呀，我要睡觉休息了，你先去洗澡，然后陪我睡。陪着我睡觉。西西，怎么啦？是不是饭菜不合口啊？没有，奶奶，饭菜很好吃。哎，思辰怎么还没回来啊？啊，说他明天开会做准备呢。宋妈，哎，老太太，什么事儿啊？让厨房煲个汤送到公司去。哎，奶奶啊，一会儿那个汤我给思辰送去吧。这次518的活动呢，根据市场部的分析，应该会比往年至少增加10%到15%的利润。其他活动继续搞的话，会由公关部持续维持。这是尹太太给你送来的营养汤，她说等你下班了一起回家，就先不进来打扰你了。又干什么亏心事？这么乖巧。行吧，让他在外面等我。